兄弟们，冬天呢小耗子比较多，你看我哥又给我抱来2个小的，还一个大的，可不可爱？家里有2个，加上这3个，一共5个了。哥，你给他们看看那只，这我哥从别人家给我抓的，你看这俩可不可爱？双胞胎一模一样。好了，你俩进去吧，我要干活去了。那人旁边多小，冬天耗子多，我哥又搁邻居那儿给我要了2只。哥，明年再给我跟别人家要个那个边牧，帮我看养。兄弟们，这居然都是2岁子，天冷了，先喂他们。去年的小牛犊，这都是，看坨比新下的稍微大点。干了，我一脚踩在了牛粪上。哎，我说你咋跟太黑猫？兄弟们，天冷一开始喂牛就是我们哥几个团聚的时候，我姐呀，我哥呀，我们都在一起。只要我哥他为了孩子教育的话，一般都是在祁县，但是到冬天的话，猫冬嘛，然后就是我嫂子看孩子就行。我哥呢，然后在城里呢，那活啥的也没啥难度，他身体不好，免疫力不好，就把他薅过来干活。干活和他运动的话，提升一下他免疫力。兄弟们说，你看薅人过来干活，还假装为了人健康着想。说这2天又颈椎疼了，颈椎又疼了，哎呀，没好地方，一会儿颈椎疼，一会儿屁股疼的，反正没好地方。就行。哎呀，这会儿还不是牛粪冻上的时候，兄弟们，看冻不冻，踩一脚里边还是软心的，就跟那软糖一样，外边冻刚硬，里边是软心的，不好解。你等到3、9天的时候，你一撅那一大坨，咣一下子，他戳到我姐嘴里了。正好是家里的。兄弟们，你们知道，就是像你们也理解，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就会为了各自的生活去奔波。所以说，像我们姐儿3个这样聚在一起的这种时候，就会发生在冬天。但是我们每年还能发生。你像城里生活的人就做不到这样了。很多就是都已经断亲了，对吧？不是说不跟亲戚来往，就是每个人社会发展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都有自己的生活圈。妈妈呢也不回老家了，然后也没有亲戚往来了。其实说是社会变冷漠了，也不是，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形式。你像我们聚在让我一牛呢，但是我们能聚在一起，纯属也是就是说什么呢？生活家里的活干不过来，就亲姐儿几个能帮忙，这个就另算了。你像我们要是生活在城市，可能我们也面临断亲，是不是？好家牛，准时准点的，他们天天就来了。啊。兄弟们，天天准时准点的，1分钟不带差的，那就跟那个感觉好几天没喝水了似的。这会儿有雪了，能吃雪解解渴，不知道为啥渴成这样。你就放吧，放好几槽子，喝几槽子。你啥时候给它停，它啥时候就跑了。好，兄弟们，看见这个前2天下的。看到笔头还没干，没让他妈舔干净，还没滴了。又是一年，
就是一到最冷的时候，也是就是牛羊产崽最集中的时候，但是每年都是这样子。瑞雪兆丰年大概就是季节。你说秋天的话是发病期，不愿意让它集中在秋天；冬天的话，天气凉下来了，这样的话没有很多的这个什么这个小毛病那个小毛病，这样的话集中产崽比较安全，所以都是在我们家的都是在这个冬天集中产崽。但是就哎呀，看到调皮的。人家在这两个猫子特别调皮，然后就是冬天就有一个事儿遭罪，就是晚上起来看下牛犊子没。这几个太调皮了，这几个调皮的，昨天跟妈妈都跑出去了，今天趁他妈喝水又给他拦截回来了。太小了，自己跑不安全。这玩意儿从小哪个调皮都看出来了，就剩下都整不了。那四个乖点儿。晒太阳呢哦！哦呦，该亲的了！哎呀呀呀！做饭了，我做。多多肉呀，还和我哥饿了。忘了亚航出去了，哥饿了吧？还行吧。我哥容易低血糖，今天着急忙慌出去捡牛粪忘了，是的。行，煮还1小时，别走。吃饭吧，饿了。饿？你刚饿呢，饿大劲儿了啊！我说你饿。我饿了呀。起泡哟。哦，锅脆了，知道？嗯。汤煮还得面。开动了！好。看手机忘了炖烂会儿了，这块。